歡迎翻嚟第三節嘅圍爐。咁喺我身邊咧就係海關關長陳智達啦。咁我哋咧之前咧就講咗好多香港同內地嘅合作，同埋一啲科研上面嘅成果啦。咁我哋今節咧翻嚟就傾一啲貼地民生嘅議題咧，就係關於海關嘅執法工作啦，同埋一啲消費者權益嘅議題嘅。咁想咧請問阿 Sir 咧，即係關於去年咧海關即係總體個執法情況啦。咁尤其是香港嗰個航空業基本上已經復常啦。其實咧航空業咧又有冇成為翻所謂叫毒販集團一啲販運毒品嘅一個渠道咧？香港始終係世界其中一個最主要嘅一個物流中心嚟嘅，不論喺海運同埋空運。我可以報一報條數啦，喺空運方面咧，連續好多年，香港都係全世界吞吐量最大嘅一個機場嚟嘅。舊年我哋香港國際機場嗰個貨運嘅吞吐量達到咧490萬噸，係高居全球嘅第一位。咁呢個亦都正正咧香港物流業咧最高增值嘅一個位嚟嘅。我哋喺呢方面係做得好好，所以咧我哋係喺個通關便利方面，我哋空運係要做得更加好。但係咧就係我哋唔認為香港係一個所謂嘅呢啲毒品嘅一個中轉港。係，我哋揾到好多毒品，有相當嘅部分係供本銷嘅。我哋都揾到有啲毒品咧，就係唔係供本銷，佢透過利用香港嗰個空運咁方便，係嚟到香港再轉去其他地方，兩個情況都有。係，但係咧整體嚟講，我哋香港海關係有一個好堅實嘅一個保護盾，我哋有好強嘅一個風險嘅管理。我哋喺偵測能力方面有非常高嘅專業性，我哋都應用咗高科技去幫助我哋喺前線嗰度咧偵測毒品。你見香港海關每日都拉到好多毒品，比起其他嘅國際機場，我覺得我哋嘅成績係非常之高嘅。但係呢樣嘢唔代表就係話咧毒品通過香港嘅數量係比人哋多。我覺得更大程度係反映咗我哋喺偵緝，我哋喺阻嚇方面係做得非常之好。咁你話毒品咧，我哋連續幾年喺香港都係拉到有數量相當之大嘅。連續幾年咧，我哋拉到毒品都超過6噸。係。咁而大部分嘅毒品都係通過空運嘅渠道，空運嘅渠道毒販會更加多去利用。其中一個原因，數量非常之大，海量嘅貨品，佢希望咧就瞞天過海。蒙混過關呢啲嘅情況係會發生嘅。咁喺疫情期間咧，我哋主要喺嗰個貨檢嘅通道咧，就揾到好多嘅毒品啦。咁喺過去一年，我哋觀察到喺客運方面，即係旅客利用旅客去帶毒品嘅情況，事實上係有明顯嘅上升。咁我見到今年嘅數字咧，就係整體嚟講，嗰個緝到嘅毒品比舊年同期，即係1至8月係都上升咗33%，主要都係喺旅客嘅通道。近期差唔多每日我哋都拉到有一啲嘅旅客從世界唔同嘅地方啦，咁佢哋都係帶超過10公斤嘅毒品進入香港。咁拉得最多嘅咧就應該係大麻。喺一部分嘅國家咧，大麻咧就係合法化，咁亦都令到咧呢啲嘅地區佢大麻嘅供應咧就比較充裕，毒販咧都比較容易喺市場上邊咧獲取到呢啲毒品。咁佢哋咧就揾一啲嘅即係一啲專門帶毒嘅，就佢哋都冇啲咩掩飾啊。近期我哋嘅案件，我哋俗稱成個篋咧打爆咗，全部都係大麻，10幾20公斤咁樣。咁呢個情況，我哋係有留意到。咁我哋亦都會嚟緊會有一系列嘅一啲嘅執法嘅措施。我哋喺國際合作方面咧，亦都做得好好。我哋都有一啲案件係通過同其他海關組織嘅情報交流，第一時間準確話到俾我哋知，有邊啲旅客好高風險。咁而事實上，我哋截停咗之後咧，喺佢嘅行李入邊咧，就揾到咧超過10公斤嘅大麻。咁呢類型嘅案件，我哋都係做緊。我覺得我整體香港嘅嗰個嘅防範
嘅係非常之有效嘅。咁除咗大麻之外咧，近排其實我哋傳媒講得好多就係伊糖米酯啦，即係以前叫太空油啦。咁其實都納入咗管制。咁海關方面又點樣加強個執法力度，係可以多角度打擊呢一類型嘅毒品？嗱，自從咧今年嘅2月14號咧，我哋將伊糖米酯咧列入危險藥物條例進行管制之後咧，其實咧到8月31號為止咧，我哋已經係拉咗咧22宗伊糖米酯相關嘅案件嘅，咁啊檢獲咧4300幾粒係懷疑咧係藏有伊糖米酯嘅啲煙彈，呢個係咧最普遍嘅一個吸食嘅一個工具。咁另外有49克嘅伊糖米酯啦嘅一啲粉末狀啦，同埋4.2公斤懷疑咧就係有伊糖米酯嘅一啲液體，數量相當之多嘅，總共拘捕咗24人。電子煙輸入香港係違法嘅，咁所以咧，不論如何咧，如果我哋喺旅客嘅身上邊咧，就係揾到呢啲物品咧，我哋都會進行一個檢取，亦都會移交俾衛生署。咁而所有呢啲案件，我哋會做多一步嘅。我哋有幾種嘅唔同嘅儀器咧，包括咧拉曼光譜機啦、離子嘅分析儀啦，同埋試劑3種咧係使用喺唔同嘅物品嗰度，咁都係可以喺有效地喺現場即時做一個快速嘅檢測。咁好多呢類型嘅案件咧，事實上就喺我哋旅檢嘅通道通過呢一種嘅檢測係揾到嘅。咁喺市內咧，其實我哋香港海關亦都係有好強嘅情報網啦。我哋頭先有提過，我哋拉咗有成嗰啲粉末啊，或者係4.2公斤嘅嗰啲液體咧，有啲係喺市內，有啲做分銷嘅。咁呢啲比較大宗喺香港去製造分發伊糖米酯嘅呢啲毒品咧，我哋都拉咗唔少。咁呢方面我哋同警察有緊密嘅合作嘅。我哋大家一齊去做，我哋非常之關注伊糖米酯喺短時間入邊喺市內，特別喺年青人嘅階層嗰度咧，去更多人去氾濫嘅情況。咁我哋會大力打擊。當然啦，特區政府亦都係咧加強咗宣傳教育，全方位咁，包括喺社區喺學校宣傳咧伊糖米酯咧個健康嘅危害。咁我覺得我哋一齊去做啦，透過宣傳教育，透過循規嘅一個推廣，透過咧我哋喺前線強有力嘅執法，我哋係有信心可以壓止到呢個情況。阿 Sir 都帶出咗一點啦，就係其實海關嘅工作除咗喺關口之外，其實喺市區亦都有好多嘅角色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關於維護消費者權益啦，因為前排暑假其實都會見到市面上嗰啲鋪頭有啲不良嘅營銷行為。咁譬如咧有一啲嘅內地啦或者國際旅客，佢遇到呢一啲嘅即係涉嫌詐騙嘅情況，咁海關可以點樣即時地去處理咧？我哋個分工，如果係純粹嘅一個詐騙案件咧，負責嘅嗰個執法機關就係香港警方。咁我哋香港海關嘅角色咧，主要係執行咧商品説明條例入邊有關一啲不良營商手法嘅執法。我哋有幾類嘅罪行咧，係列為一個不良營商手法，係一個刑事罪行嘅。咁呢幾條條例咧喺2013年嘅時候當時立法啦，咁亦都賦權俾海關做呢一方面嘅執法工作。事實上咧，對於咧理順成個香港嗰個市面一啲不良營商手法嘅情況係有好大嘅幫助。過往啦，我相信大家喺媒體上邊都會聽到啦，例如話一啲美容啦、一啲健身啦、裝修啦，甚至無補習啦，牽涉到不良營商手法，我哋都係將相關嘅人等咧繩之於法，亦都係大大改善咗，例如話喺健身啦或者係美容行業一啲唔好嘅一啲嘅做法。咁牽涉到旅客咧，我哋而家咧見到最多係會發生嘅一啲不良營商手法咧，都係傳統嘅，所謂橋唔怕舊啊。佢哋咧都係用一啲咧要斤變兩，兩係變咗錢，即係參茸海味嗰類。參茸海味一啲高價嘅參茸海味，咁佢喺銷售嘅過程入邊咧，亦都唔會同個客講清楚佢嘅量度嘅單位到底係1斤啦，一係1兩。咁好多時候咧就係趁個客咧推銷完個客之後咧，就即時咧又揾人咧切碎咗佢，咁咪用一個威嚇嘅手段咧，叫嗰個客咧就要買。咁我客好多時候就嚇親啦，本來諗住咧就1斤1000蚊嘅，原來咧切碎咗之後，原來係每兩1000蚊，咁個價錢咪
貴咗16倍咯，變咗16,000蚊。嗱呢啲嘅個案咧，似乎咧香港都仲有好多鋪頭咧，即係做呢一類型嘅勾當。咁對於香港作為一個購物天堂嘅美譽咧，有好大嘅損害。咁所以因應呢個情況咧，我哋喺海關嘅商品版權及商標調查局科入邊咧，我哋有一個嘅快速行動隊，就針對呢個情況。因為點解旅客喺香港往往佢逗留可能都係1至3日，咁如果佢遇到呢個問題投訴無門，好多時候佢就趕住翻去內地或者飛去其他地方，咁啊不了了之。如果可以調解，個肯賠翻錢嘅，咁就好多時候佢哋啲客都係肯接受啦。如果唔係嘅，我哋都要即時去取證，即係睇一個客俾嘅口供係咪喺個銷售嘅過程入邊，佢係冇俾到一個清晰準確嘅信息，用呢個咧misleading omission， 即係一個遺漏、誤導性遺漏將一啲重要嘅信息，即係個量度單位冇清楚告知個顧客，然之後咧屈個顧客去買。咁我哋成立咗呢個快速行動小組之後咧，事實上係立竿見影。好多時候咧，我哋去到呢啲鋪頭之後咧，呢啲鋪頭佢都息事寧人就賠翻錢。咁好多呢啲咁嘅案件咧，即場得到處理。另一方面咧，有一啲頑劣嘅一啲嘅個案咧，我哋都進行放蛇。咁亦都咧，過往有好多咧係成功檢控嘅個案。其實呢個情況咧就唔係呢幾年，過往咧都有好多呢啲鋪頭咧進行呢啲勾當。我哋希望透過我哋嘅有力嘅執法，加埋咧喺行業嗰個循規嘅宣傳教育，可以將整個嘅景觀咧一步一步係改變過嚟。當然啦，我哋喺宣傳方面咧，我哋透過咧喺內地比較流行嘅小紅書啦，同埋抖音咧，我哋都推出咗好多嘅一啲宣傳嘅一啲內容，尤其內地嘅顧客嚟到香港可能會發生嘅一啲消費嘅陷阱。同埋咧，如果佢哋遇到問題嘅時候咧，應該要點樣處理？可以有邊啲情況可以第一時間打電話俾香港海關去舉報，咁我哋會有人幫佢。我哋嗰個今年有個新嘅一個嘅舉報嘅熱線啦，係1828080，1828080，8年，我哋都希望話俾呢個旅客知，我哋可以幫到你，幫到你。你記得記低呢個電話號碼，遇到有問題打俾我哋。我哋嘅快速行動小組咧，會第一時間去幫你。我哋呢個節目內地嘅觀眾都會睇到嘅，咁希望大家有啲乜嘢問題都會聯絡翻咧海關嗰邊啦。咁咧今日咧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咧阿 Sir 同我哋好巨細無遺咁樣啦，由最前沿嘅一啲科技發展咧講到前線嘅執法工作嘅。咁有機會咧再同阿 Sir 圍爐傾偈啦。下一次再見，拜拜。